感恩魔法100日挑戰第79日。有食有食有瞓覺有玩有拍埋咪埋屁。今日我嘅目標係要創造空間。好感恩，好威水，好有趣，好得意，好有活力，好得意，好得親。我有咁我嘅目標係要食嘢，要瞓覺，要玩，要食雪糕。因為有咁樣可以食雪糕，可以玩，可以同媽咪玩，可以有貓貓。有貓。好感謝阿仔同我拍片，老公放假，好感謝我朋友同我傾偈，好感謝創造 AI 嘅人。好咁樣可以成日可以瞓覺，可以玩電腦，可以食咪，可以俾媽咪食。感恩魔法令到我哋我哋生活120年，很開心，我真係做得，謝謝你，拜拜。拜拜。